各位好，呢條係 CoxMTech AI 工具補課版。到2026年6月21號再睇工具開源模型同推理基建仍然係影響工作流程嘅核心信號。今集排序由最容易理解嘅成本同平台變化開始，再落到開發者工具、開源代理、Hugging Face 模型，最後講 RAG 同評測。先講 Expanse， 佢哋嘅重點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好多 GPU cluster 貴到離譜，但真實利用率可能只係3到4成。如果AI需求繼續升，淨係買更多卡並唔夠。真正大問題係點樣知道每個 job 到底需要幾多資源，避免長期過度申請。Expanse 嘅做法係分析程式碼，提交腳本同硬件環境，預測工作負載真正需要嘅 GPU、memory 同 runtime。呢件事唔止慳錢，仲可以早啲警告潛在故障。對訓練團隊嚟講，少一次大型 job 爆掉已經值好多時間。另一個大眾化信號係 NVIDIA RTX Spark。大家開始關心本地 AI 唔只係玩模型，而係想喺自己機器上做更重嘅推理工作。同一條線入面，開發者甚至討論用 NVIDIA GPU 嘅 VRAM 做 Linux Swap。聽落冷門，但反映本地 AI 最大樽頸就係記憶體。平台層面 Strata 收緊 API 存取，理由同零代碼 AI App 同數據找取有關。呢個係 AI 令平台規則改寫嘅例子。以後好多產品 API 都可能由免費實驗場變成有審批、有收費、有用途限制嘅資料入口，因為平台要守住資料。企業端就睇 Zip， 佢哋推出財務 AI Agents， 目標係阻止團隊將合約亂咁放入個人 ChatGPT 賬戶。呢類工具嘅賣點唔係更聰明嘅聊天，而係合約、供應商、審批同權限要留喺公司治理入面。中國消費產品方面 WeChat AI Agent 嘅曝光值得留意，方向似乎唔係另起一個 App， 而係直接喺微信入面做任務。如果 AI Agent 可以留喺 Super App 裏面，最大優勢係唔使重新教育用戶，任務、聊天、付款同服務入口本身已經存在。去到企業研究工具 Snowflake Arctic Swarm 主打 Multi-Agent Hybrid Deep Research， 即係唔係一個代理搭晒，而係多個角色分工。呢個方向適合做市場研究、投資分析、風險調查同產品策略，因為每一步都需要揾資料、交叉驗證同整理引用。同一條企業線 Snowflake Coco 係面向現代數據堆攢嘅 AI Coding Agent， 重點係同 Warehouse、Pipeline 同治理貼近。對 Data Team 而言 ，AI Coding 唔可以只識一般程式碼，仲要理解 Schema、權限、成本、測試同 Lineage。Hugging Face 博客入面 ，Holo 3.1 走快速同本地 Computer Use Agents， 重點係代理可以睇畫面、操作電腦，但盡量留喺本機。Computer Use Agent 最怕係權限過闊同畫面資料外流。本地化如果做得好，就可以令私隱同速度同時改善。開源名單第一個係 Ten Framework， 佢定位係 Conversational Voice AI Agents， 適合做即時語音 Avatar、客服同多模態互動。語音代理好唔好用，關鍵通常唔係模型最大，而係延遲、打斷、語境記憶、音訊品質同後端工具連接。Vellum Assistant 呢類 Self-Hosted Always-On Agent Platform 代表另一種需求，長期在線，有記憶，接 Slack、Telegram 或桌面。MetaBrain 就係更個人化嘅方向，將本地文件變成 AI Agent 嘅長期記憶，搜尋同回答可以唔經外部平台。KTX 呢個名字比較工程，但概念重要。佢係 Executable Context Layer， 幫你嘅 Agents 定義可執行、可驗證嘅上下文。當代理開始讀資料、寫報表、跑 query，context 如果唔清楚，錯誤就會變成系統性。Context Layer 係可靠性基礎。OpenEnvelope 就更加似代理團隊嘅 schema， 它定義角色、層級、升級路徑同機密資料需要，令 Agent Team 可以被審查。多人協作已經需要 Org Chart， 代理協作都一樣。當 Agent 多過幾個，身份、責任同升級規則就唔可以靠口頭描述。Continue Y 斜線呢個60秒小遊戲，表面係玩，但其實講中 Agent Permission Fatigue， 人類不停按允許，最後會麻木。所以好嘅 Agent UX 唔係每步都問，而係要分級。低風險自動行，高風險先要人類，而且問題要清楚。供應鏈安全方面 ，DipsGuard 係一個一行指令 Harden NPM、PNPM、Yarn、Bun 同 UV 設定嘅工具方向。AI coding 越普及，壞嘅 package default 就越危險，因為代理可能會照指令安裝，唔會每次都理解供應鏈風險。Quencode 係開源 Terminal Coding Agent， 重點係開發者可以喺 CLI 裏面做 issue triage、改 code、跑測試同比較模型。CLI Agent 嘅優點係接近 repo 同測試環境，但風險係權限太近，所以 profile、目錄範圍同命令審批好重要。另一個教學方向係 FastMCP， 好多 Python function 其實已經係 AI tool， 只係未有用 MCP transport 將它暴露出來。
MCP as Code 嘅概念係將工具、context 同服務契約寫入版本控制，令 agent 能力唔係靠口頭設定。瀏覽器代理都開始需要 control layer， 原因好簡單，佢可以 click、read、recover， 咁就一定要有身份、狀態同權限邊界。Reply 呢類自託管 session replay 工具對 AI debugging 亦有用。代理做錯一步，團隊要睇得到當時畫面同事件。有文章提出 SQLite 足夠做 durable workflows， 重點唔係追潮流，而係好多 workflow 真正要持久化嘅其實係狀態。對 agent orchestration 嚟講，能否重播、恢復、查錯，比用咩華麗框架更重要。簡單資料庫有時反而更穩。開源硬件方向 ，Deimos 定位係 physical space 嘅 agentic operating system， 可以用自然語言協調人形機械人、四足機械人同 drone。當 agent 離開瀏覽器去到現實世界 ，camera、lidar、actuator 同安全區域就變成一等公民，唔可以只當 API。RLINF 代表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nfrastructure for Embodied and Agentic AI， 呢類工具係訓練代理行為嘅底層管線。推理部署方面 ，Kserve 仍然係關鍵名字。佢處理 Kubernetes 入面模型 serving、多框架部署、scale 同標準化。Worker VLLM 就更直接，係 RunPod 上面服務大模型 endpoint 嘅 Worker template， 背後由 VLLM 推動。XLLM 係高性能推理引擎，面向 LLM、VLM、DIC 同更多 accelerator。信號係推理市場正變得非常碎片化。Mooncake 呢類 serving platform 提醒大家，下一輪推理優化唔止模型本身 ，KV cache、prefill、decode 同分離式架構都好關鍵。AIPerf 就係 benchmark serve generative AI models。企業唔應該只睇榜單，而要測自己部署方案嘅 latency、吞吐同成本。Frontier CS 係開放式 computer science problem benchmark。這反映 code 評測唔再只係 unit test， 而係要睇推理同問題拆解。Awesome Code Benchmark 則像研究地圖、整理 code domain benchmark。對團隊而言，選錯 benchmark， 模型比較就會失真。Headroom 呢個 repo 主打壓縮 tool output、logs、files 同 rag chunks， 聲稱可以減少大量 tokens， 但保持答案品質。Pixel Table 走 declarative incremental backend for multimodal AI applications。簡單講，圖片、影片、嵌入同模型輸出都可以變成表格流程。Docufinder 係本地內容搜尋工具，重點係完全 offline， 文件內文搜尋同 AI Q&A， 對私隱敏感公司有現實價值。MediaPipe 仍然係 Edge Media AI 嘅重要基礎，直播、手勢、姿態、影像 pipeline 同這批生成式 AI 工具可以互補。AWS Serverless RAG Demo 呢類 sample 反映企業仍然需要標準 RAG 模板、文件入庫、向量搜尋、權限同成本控制。Hugging Face 熱門模型方面，Jacron 嘅 Guapus 3.59bit Coder GGUF 反映本地 Coder 模型仍然有大量需求。Google 嘅 Gemma 426BA4B 亦上榜，信號係大型開放模型開始更常同視覺、文件理解同 Agent Workflow 綁在一起。NVIDIA Cosmos 3 Super Image 2 Video 係另一個重點，圖像轉影片模型對內容工廠、廣告素材同產品 Demo 會越嚟越重要。同系列嘅 Text Image 亦值得留意，因為一個完整 Media Workflow 通常要先生成靜態主圖，再送去 Video Model。Gemma 422B 標籤係 Any-to-Any， 呢個詞代表模型用途正在變闊，文字、圖片、任務同工具調用會更混合。Reason Core 嘅 Open Spatial Reasoning Dataset 反映另一個方向，模型唔只要識字，仲要理解空間、方位、物件關係。Prism ML 嘅 Bonsai Image Binary 4B 走1bit量化圖像模型方向，小模型同壓縮會令生成能力更易部署。Amphora 嘅 Research Math 14K 係數學研究資料集，數學資料仍然係提升推理、驗證同長鏈思考嘅重要燃料。Hugging Face Space 入面 Triposplat 代表 3D 生成 Workflow 繼續升溫，未來產品視覺可能由相片直接走到 3D Asset。Control-Lite 反映圖像生成下一步唔係只要靚，而係要可控。燈光、方向、材質同一致性會變成專業工具要求。RAG 教學方面，有觀點指出多模態 RAG 需要自己嘅 benchmark。文字檢索標準唔可以直接當成圖片 RAG 標準。另一個重點係新一代 Embedding Model 可能改善 QA pipeline 入面最大嘅檢索問題，例如去重、驗證同 failure search。如果要落地，最常見問題仍然係 LLM、RAG 同 MCP 幾時用。LLM 負責推理 ，RAG 負責可靠資料 ，MCP 負責工具。Local AI 唔係人人都需要，好處係私隱、成本可控同 offline， 代價係硬件、更新、延遲同模型品質要自己承擔。再補一個印度市場信號 ，Server AI 將 Vision API 價格大幅下調，文件數碼化同本地語言 OCR 可能更易普及。教育方面 ，CS336 Language Modeling from Scratch 代表另一個潮流，開發者唔只想用模型，仲想真正理解訓練 token 同 transformer。垂直 SaaS 方面 ，Rudis 用 AI 做混凝土圖紙 takeoff。呢類案例提醒大家，真正賺錢嘅 AI 未必好圓，
但非常貼近行業流程。亦有開發者提醒 ，AI 生成招聘垃圾信息會傷害求職者。自動化唔等於可以冇同理心，尤其係面向人嘅場景。最後一個冷靜提醒係 AI overhype。高層如果只睇 demo， 容易高估 agent 能力，真正落地仍然要審查、除錯同訓練。這集可以帶走嘅 checklist 係：先量成本，再搜 API， 先定 context， 再開權限，先測自己工作流，再相信榜單。未來7日我會特別睇4件事。API 收費會否繼續改？開源 agent 會否爆發？推理成本點降？同多模態 RAG 點評測？以上就係今次 CoxMTech AI 工具補課。之後我會繼續用廣東話追蹤 AI 工具、基建、模型同工作流程變化。記得訂閱 CoxMTech。